贵宾啊！将大人呐、一趟慰问，你送来这文银2百两，莫非显然本真？不，大老爷，小人不敢呐、小人不过是想请大老爷把那陈三两换上堂来，吓唬吓唬，一同随那张客人探路，也就是了。他们以价愿买，以价愿买，木已成舟。一个夜花妓女将他换上堂来，吓唬吓唬，一同随那张客人探路，这也算不得什么贪赃卖法。殿下走上。去之习惯，行龙可殿，大烟花妓女陈三两，带上堂来。是。陈三两上堂，走。好哭。
是当家的宝儿将你安吃。战士。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安置，为何不随那张客人探路，行走我至沧州地界，在此地方寻死上吊？你大老爷容禀。
生生到那张客人年老，本州这里啊有个比方，但不知有哪些比方呢？常言道，妇女年老日花败，青春一去再不来。那张客人花有1000，2不能一字半你，也不为你挡在他家生儿育女，传留后代。你若4事5事，岂不说他花1000，2不能一字半你，你就是白白的跟他前去，他也不要你呀！哦。常言道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小女子不信，身若烟花园中，实指望有朝一日云消散。苦尽甜来，如今若是那张客人前去，我这一生一世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一个夜花妓女，当什么远虑？大老爷，人无人知，必有今有。好个人无远虑，必有今有，这句话说的本州倒有一点恻隐之心。怎奈我是那张客人闻言爱不良啊！陈三娘，听本州2言相劝，你随那张客人前去，对你乃有大大的好处啊！但不知有哪些好处呢？那张客人是个范珠宝的大商人，你挡在他家，享不尽的荣华，受不尽的富贵。大老爷，休要与富贵打动于我，小女子情愿回到武定州富春人落水为妻，不愿随那张客人前去。你是富国一体，怎忍流落野花，与谁何人？再不强烈，定手大押刑！大老爷，你苦苦逼我随那张客人前去，莫非你图了那张客人什么好处不成？你大胆！这句话听得我发不疼，到这人都心中，何处女子好大胆？敢说人中不起来，咱将他给我吃下去，重打40个嘴巴，与我狠狠地打之。走！那张客人素闻言爱不良，也不为我将这女子唤上堂来，吓唬吓唬，一同随他抬忧。我这一时恼怒，撤下便当。如打出好来，那张客人必当我为官，不通人情，图了人家意，又打人家人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，放回来，放回来！走！
是我的千载万难，我受气。我看你还敢说我作怪不清吗？我头哪有啥了长风头，我头名最高，要做清官秀受贿，他们受贿你坐不牢啊！人家就认的是那百姓血，吃不吃你知道，做官有理做人，人家的自私不得好。
你在公堂之上辱骂本州，难道我还在你不得不？大老爷，你会将小女子官司断供？你若将我的官司断供，是哪个天大的敢骂大老爷你不成？胡讲！大老爷，小女子情愿回到武定州，若是危急不愿随那张客人前去。大老爷，那张口不离武定州，闭口不离武定州，莫非那武定州还有什么牵挂？大老爷，本州自然会问哪个一样，你夺口还不与我下战？是。有一个兄弟呀！这本州我倒明不了。待本州将你的兄弟唤上堂来，当堂断个不良问义，你的好生度日也就是了。小女子那个兄弟不是爱银之人。这天下哪有不爱银子的人呐？除非我们这做清官的才不爱银子呐。是的，现是你们姐弟自幼相处，难舍难离，这也难怪。待本州将你的兄弟唤上堂来，当堂断命，你们姐弟一同随那张客人探路，你看可好？小女子那个兄弟只怕大老爷你传他不来吧？胡讲！我乃堂堂不平之州，还别出来一个夜花妓女的兄弟哦。他也做过你。烟花妓女的兄弟都做起官来了。我现在做官也不是什么正经官，现是一年大春的那个春官。我那兄弟是正经人，昨天那是正经官啊。自然是正经人，我们做官的人都是正经人，不正经岂能做官？但是国王警察，我来问你，你那兄弟既是花光金山，哪年可得举哪年婚的事，写字明顺，你讲。大人你听。你把它当成一颗野花金玉，送在我的公堂，本州大也大了，咱也咱了。你可知他是陈安泰的接近到了？酒后陈大人若晓这此事，你可狗头丢命失效，就是本州官也难保。来，再将他与我吃下去，重打80大板。我还有下情回避，有下情回避啊！死到临头还有何话可讲？
呀，你大老爷，大老爷，你敢再打他几下，他敢说是朝廷老子的姐姐，我哪有相信呢？呀，你和沈太乃是同袍姐弟，不是，故表的姐弟，也不是，结拜的姐弟，还不是。你和陈满太一非同袍，二非不表，三非结拜，分明信口雌黄，欺狂官府。来，与我打一起。
心助他读书上进，使我又想，这世间之中教学的先生也不过若这些四书不精、大学中用，有什么渊博学问？且不说教不出学者，就是教不出学者，倒是后来他就来的也是些贪官污吏、草菅人命之流。小女子我就有心亲自教导于他。你是如何亲自教导于他？说俺赠他5银200两，让他到在云中寻找那老保安，说道是我的同袍兄弟，前来瞧瞧，前来相认，赠他5银100两，祝他西楼读书。老保安乃是爱才如命之人，就收下5银100两，从此陈奎就在西楼读起书来了。老板打得我
也道那陈安泰的梅花篆字是你所讲，讲梅花篆字乃是文人绝技，只怕未必。小女子怎样学习梅花篆字？这个列将走上。好。去至书房取来官方四宝，让他写字我看。哎，夏夏，这位大老爷把我打也打了，宰也宰了，又让我与他写字他看，莫非他是？文人都是一贯背写字，娘良知何用？小女子怎样学习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？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乃我李门祖传绝技，莫非他？来，再赐他一支，再赐他一支。逍遥且存挂。
就我积极一人，会写梅花传字不成？我姐姐7岁入学，9岁精通《黄帝内经》，是不是待我试探于他？来，再去爱《黄帝内经》是一女子。我来问你，《黄帝内经》你可敢对答？皇帝内经，哎呀呀，皇帝内经乃是俺李家祖传之物，他倒问起我来了，莫非他当真是我呢？大老爷，小女子7岁入学，9岁精通《黄帝内经》，何不敢对答？我来问你，《内经》头一篇讲的什么？头一篇也不过讲的人之内外五行、3庭5官而已。何为内五行？心肝脾肺肾。何为外五行？金木水火土。何为五官？眉为保守官，眼为检察官，耳为财经官，鼻为出纳官，口为审辩官。何为三庭？顶为上庭，北为中庭，下八为下庭。若是一腔人，前为上庭，人为中庭，地为下庭。我来问你，《黄帝内经》哪个与你谈天论地这不成？人是万物之灵，人怎么不能比天呢？人怎能比天呢？天有满天星斗，人有周身汗毛，天有日月为明，人有手眼为火，天有天河中流，人有血脉贯通，天河不流它并流，血脉不流它并变，天有360天，人有365节，天有40，人有4柱，天有8节，人有8字，天有雷霆，人有阳天有风，阳气，天有雨，天有大风暴雨，人有胆气。我来问你，你是紫野花还是半路野花？乃是半路烟花。两相对下，退下。这一女子，你既是半路野花，可知家住哪里？心似明水，说的一字不差，温州自有公断。我的大老爷呀！
进京德中之后，急修书信前往武定州，那宝儿回书言道，姐姐不幸去世。如今哪里又来一个陈三娘？其中必有缘故，请。你是师父姐姐，你是陈奎，小弟陈奎参见师父姐姐。我来问你，是当年的陈奎，还是如今的陈奎？当年陈奎怎讲？如今的陈奎怎说？若是如今的陈奎，我就受不起这一拜了。哎呀呀，姐姐，小弟乃是当年的陈奎，当年的陈奎呀！兄弟远道而来，快快请起来！是姐姐。兄弟，今天得住了。我蒙师父姐姐教导，小弟既得进去，得中头名状元，钦点可难八府你还记得姐姐吗？小弟焉敢忘了师父姐姐？是我进京得中之后，即差人前往武定州见你。不料那宝儿言道，姐姐不幸去世。小弟闻听此言，悲痛万分。无奈在大街之上高大领头，祭奠3日，以表师父姐姐教导之情。不料此次出京，再次相互。他受不了人，你给我讲，让你出去，我把你说不了不听话，咱们再带你出去。不管王氏这家伙，我为你带你穿大裤，会馆金堂黄梅户，千里过帮是难容。好，姐救命！姐姐救命啊！姐姐！哎，小姐，这位大老姐，好生奇怪呀，为什么口称我姐姐呢？我乃是烟花院内一个妓女，大老爷，你不要错认了人呐、大胆者我，冒认本院姐姐，该当活罪。姐姐，我是你的堂哥儿，你的堂哥儿啊！
血淋淋，是哪个心狠，是哪个绝情？姐姐，你当初卖身为敌兄弟，如今却袖手旁观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卖身，乃是为了我的同胞兄弟，如今袖手旁观，乃是一个干。兄弟，姐姐冤深似海，你要由我做主啊！挟持官职遂本院听用，众人安退之。
苦，